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初9。以赛亞書49章10安尼讲：因无枵无喙焦，热气甲炎日无要伤害因，因为人民以个要带因，牵因到水泉边。三甲来祈祷，人民院阁要牵阮到水泉边的天边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。因为一切的美善，拢是对你来的。主啊，求你人民院，互阮通伫生活中来经历你同在的美妙。主啊，我要将阮家己全然交托你，我们用谦卑的心，倚靠你来行。主啊，你知影阮生命的境况，心中充满迷惑、野战甲孤单。主啊，阮亲像伫打扫的地，枵佮喙焦，求你互阮进入你的丰盛。主啊，因为你要互阮无枵无喙焦，热气甲炎日也无要伤害阮，因为你要人民院牵阮到水泉边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